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等即集呢上线的时阵应该是8月份嘛，所以即个时阵咱就来讲一寡较轻松的话题，因为即个拄好是大概来开始放暑假吼，因为英国的暑假是7月底开始放嘛吼，嘿，所以我想讲我来分享咱兜5月底去度假的代志。嘿，因为阮兜有一家有老人有细囡仔吼，老人呢无爱坐飞机出国，所以咱通常就是一冬会选一个所在，伫遐包一栋民宿，就英文讲叫做 cottage 就伫遐住一礼拜。伊即款 cottage 拢有特别的网站会当找，通常都是你至少爱住3下暗以上。有诶，佫会规定你一定爱，比如讲你一定要拜5才会当 check in， 还是拜6才会当 check in， 较无春秋啦。毋过伊就较俗，像咱4个大人一个囡仔住4个房间，至少一个客厅，一个灶骹，2间下间啊，一礼拜较俗诶，差不多500到700磅就会当找着啊。佫有即款诶哦，4个人甲一个囡仔咧，真无贵呢。对啊，对啊，台湾即款就是饭店诶介绍，还是民宿诶介绍，拢会比这含足济。对啊，毋过就是嘛是有欠点啊，就是你着爱逐工煮饭啊，伊拢是无服务诶嘿，你爱家己去找锁匙开门，你中嘛是爱家己爱清洁，最后要走进前，你嘛是爱拢爱碗盘洗洗走涂骹扫扫诶，啥物物件都是你要走进前爱，伊本来是啥物状况互你着爱啥物状况行人，所以爱清洁。对啊，就是爱种迄教足济足骨力诶欧洲人才有法度算即款。就白人就是爱讨陪听。对啊，进前咱伫迄个 Shropshire 遐，就是伯明翰诶西边吼，伊住迄间足含诶700磅哦，毋过伊规间厝大甲足含诶。伊迄客厅伊有2个客厅哦，2个客厅，对，伊2个客厅拢足大诶哦，比阮兜诶客厅搁较大。花园是咱兜诶差不多2倍大。恁兜诶花园已经足大咧。对，因兜是2倍哦。哇！所以阮一去诶时阵哦，伊有请迄个叫啥？咱毋是有扫地机器人嘛？对。因兜迄是扫地 mower， 要讲mower 机器人，就是自动扫草诶机器。哇！自动扫草哇！对，伊台就一直伫遐洗哦，安尼伫遐走就好笑诶。外口佫有海公树啊，真正冒死，就囡仔耍啊足欢喜诶。阮即届住诶较无遐大间，毋过伊是18世纪起诶厝，后来即个厝主去甲伊修复起来，甲当做 cottage 说互人住，嘛真趣味安尼。实在遮老诶厝，我有真好奇，你若住即款历史较久诶厝，你入去甲会拍招呼？其实我袂呢，因为我第一，因为我是跟别人做伙去住诶，我就较袂惊。因为我进前一个人去德国耍诶时阵嘛，有住着迄看起来足旧诶厝，迄真正会起鸡母皮。有感觉起鸡母皮佮搞大入去，你嘛是诚厉害诶。毋是因为我感觉有当时是一个气氛，会互你感觉讲，就是小可会惊。毋过我即个人也毋是啥物足敏感诶体质啊，所以我会感觉讲迄是心理作用。对，毋过你敢知影我诶意思，就是有一寡厝你看起来，你就会感觉讲先买。我知影，就是有一个气氛。对啊，因为即间厝伊诶气氛就是伊足光诶啊，伊迄个伊迄个窗仔门拢足大诶，所以足光诶，所以我感觉就较袂迄落
较袂迄个惊。对啊，嘿啊，啊，阮即摆选的即个地点是伫 North Yorkshire。North Yorkshire 就是差不多为万城驶车出去，爱为东北边驶去。嘿，啊，咱通常拢是选迄个伫万城为万城驶车出去无超过3点钟的所在，所以之前有去过啥物 Derbyshire 啊、Shropshire 啊、Gloucester 啊，今年是去 North Yorkshire。无超过3点钟是毋是有囡仔的关系？对对对。对啊，啊无少年的时阵，我嘛从迄啥物苏格兰高地啊，啊无去 Brighton 啊，吼嘛是走甲呢。对啊，因为咱兜有全家拢有买迄个 National Trust 的会员嘛，所以我会经一个地点，一个经地点的方式，就是看迄附近有偌济 National Trust。阮兜嘛是。对啊，因为 National Trust 这所在，你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基本盘嘛，你无所在通去就叫好 National Trust 去一个啊。对。系啊，而且你 National Trust 较济所在，通常伊迄个历史嘛较丰富。对啦，嘿，等下会当解说讲是安那会安尼啊？伊一定是一个历史丰富的所在，而且通常嘛离大自然较近。对啊。以北部来讲啦，因为当然London有就侪 National Trust 这所物件是伫市内，嘿，所以迄个 National Trust 这所在，你通常就是有通看、有通学、有通爬山、有通散步，所以阮咱就是会先看 National Trust 有济啊少，才来看讲附近有偌济即个小镇啊，还是城市，因为伫英国真需要，尤其是北边吼，就接落雨的啊，落雨你就无法度爬山，也无法度创啥，你就爱伊就爱有城市，城市内底才有博物馆甲美术馆啊。对。迄有所在通查好。对啊 ，National Trust 真做利便啊，尤其是像你讲迄落雨天毋知要去倒，咱伫咱毋是住伫市区。是诶，迄市区诶人会当去 shopping mall 啊，所以大家 National Trust 较济地当去庄园看古迹，真好。对啊，对，因为 National Trust 就有较济伊诶基本盘，就是伊有一间大间诶古厝，会有一个花园，会有一个咖啡厅，伊就是基本盘。对。落雨赶紧咪入来古厝内底看展览。无落雨伫外口的草坡地走。就是对，基本盘。对。拄则讲到即个 National Trust， 顺续甲大家介绍者，因为伊是一个基金会，伊的目的是咧保存和管理英格兰、Wales 和北爱尔兰的即个古厝、城堡、古迹、花园、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等有纪念价值的即个建筑和空间。因是用即个会员的制度。来去收钱，除了即个年费的收入，伊阁有卖店的收入、捐钱的收入，以外呢，因嘛会鼓励大家讲，你甲遗产留互因，会当减税。甲遗产留互因会当减税哦。我是应该是啦，我是无斟酌甲看啦。对啊，对啊。毋过其实安尼嘛合理啊，因为因这要照顾遮的古厝、城堡即款的，真正爱开足侪钱。无毋对。对啊，而且伊实在，其实我感觉因真正无贵，像咱兜囡仔还袂5岁，阮兜3个人一冬150磅，其实无贵。伊逐位所在，伊入面就爱10磅左右，甚至有较大爱20几磅。你一冬去10个，其实就回本啊。真的，有诶停车场嘛爱收费，因为咱若办这，伊拢停车场嘛无收费，系啊。对啊。因虽然讲万城附近的 National Trust 敢若4-5个，毋过其实逐个拢会甲当做一个公园，无代志就带囡仔伫遐骑车啊、散步啊，嘛有人3不5时就是去遐练走。对啊，就是一冬去4-5摆，其实嘛是就回本啊，真诶。对啊，伊3不5时，佫有迄个囡仔，伊拢会抓准，就是看囡仔放假啥物时阵，因就会安排囡仔活动，囥迄佚佗物仔伫草坡地面顶。无就是有啥物
有啥物 trial 啊，互囡仔去找物件哦，对，嘿，尤其是 Easter 这款呢，对，看你会当找几粒 Easter egg 这款呢。对，所以伊就是伫算讲你拢是去共一个所在，伊嘛是会无共诶变化，所以真正是对足方便诶。真诶。系啊，其实英国有足侪即款会员制诶所在，除了 National Trust 有 English Heritage，还有啥物 RHS Garden 啥物，就是因就是全国拢有店啊，你加入会员一当缴一个纳一个年费，全部诶店你都会当入去。对。就是拄则往来讲诶，其实即个古迹伊咧维护啊、修复啊，也是讲营运啊，就是 operation 拢足贵诶。所以因遮 National Trust 和 English Heritage 拢是为着讲会当互遮古迹会当保存落来，就由遮诶基金会统一去管理，伊修好了后，才开放出去，互逐个去参观学习安尼。对，像我常定定会踅着即我古厝诶内底写伊诶历史，有诶就是二战了后厝内人无钱，会当搁修理即个厝啊，伊就直接关互National Trust互因去整理安尼。对，你就毋免搁民间去遐总钱啊，处理啥物货，对，就是拢交互因去包就对啊。有诶甚至较细间诶厝，伊就整理了啊，你就会当去洗来住，去住2-3暝，嘛真趣味啊。哦，系啊，对啊，对啊，所以咱咧讲诶即个古厝，有诶足细间诶，有诶足大间诶。若是迄较近代100-200当前起诶，就会足像迄皇宫诶，就有还有几百个房间，无可能无几百个几十个啦，足侪客厅伊诶可能1楼也是讲地下室啊，也是讲边仔有一排迄个下厝啊，会互迄个下骹手人住是主菜所在，嘿。通常伊咧内底就会去介绍即间厝诶历史，会讲着当地发展啊，也是讲即间厝较特别诶所在。嘛有时阵伊邀请即个艺术家来做装置艺术，也是讲无共诶年节，伊就做无共诶主题展出，互你逐概去拢无共。哦，我想着就是咱遮附近是一啥物啊 Quarry Bank， 伊迄是纺织工厂留落来对，伊迄边仔都有一间厝是真正用迄东港，对，东港因就是住诶所在，暂时嘛是开放参观，互人看讲，以前东港是偌可怜啥物即款。对，因搁叫迄间厝啥 Apprentice School，Apprentice School，就是搞真正对，因为真正学校会出来，就是为着要训练遮东港会做出较有效率，做较有品质的物件。对啊，足趣味诶。像我即届我去踅着一间，我嘛感觉诚趣味，就是伫 North Yorkshire，伊就是反正就是一家伙足有钱就对啊，传到毋知第几代，就是较近代啊，迄个时阵可能是因一家伙拢足爱读册，所以呢，因迄间厝诶册全部拢有留落来，因就内底就有讲你会当去详细看因诶即个逐间房间内底诶册，你就会当看出讲，住伫即间厝内底诶人，因有对啥物有兴趣，会看会出即个人诶兴趣以外，伊可能伊关心诶议题啊等等，对，搁有是伊上尾大诶即对翁仔某吼，因可能袂记即506年代诶时阵，因为当地吼，等下会讲着即个所在伊诶发展，伊工业革命了后，伊就开始伊经济开始歹去，所以有足侪即个伫铁工厂做工课工人就失业啊，所以因就安怎呢？因就用因兜叫遮诶村民讲恁来遮，因就找人来教因做木工，互因发展即个木工诶技术，做家具，卖出去安尼。哇，即对翁仔某嘛真有心呢。对，而且即个某呢，伊是
这女主人伊是迄个叫啥？伊是艺术家，伊是做剧场诶。嘿嘿嘿。所以因兜呢不时拢会有即个剧场诶人来住。嘿，嘛会留一寡物件。感觉哇！即对伊感觉即间厝伊整理甲即个规个故事诚完整。嘿啊，就介意安尼。对，这就会吸引足侪人去参观啊。对啊。好，佮讲倒来即个 North Yorkshire 吼，其实咱住一个所在叫做 North Yorkshire Moors 诶，即个国家公园。伊伫即个英格兰诶东北边，佮往北边佮开差不多驶2点钟，可能就会到苏格兰啊。即个国家公园算是一寡，就是一寡山峦啊，因为伊迄英国山真正拢足矮，伊上悬可能即个国家公园上悬可能未到500公尺诶。毋过伊靠海，所以呢，有一寡山顶诶小镇，嘛有即个海边诶船啊，安尼。咱是住伫离即个Whitby即个有名诶海边小镇，往山顶开差不多15分钟诶所在，所以咱是住伫山顶，毋过20分钟以内会到海边啊。海边啊，附近驶车1点钟以内有一寡有名诶即个景点，像迄 Whitby 啊，就是万城大学生逐冬拢会包车来啊。对，还有迄个 Robin Hood Bay， 就是罗宾汉诶海湾，伊海湾就有名诶。即个海湾听讲是迄个啥物啊？侏罗纪迄个时期留落来诶海湾。伊迄个山壁。还有足老诶即个大学生，就是 Durham 安尼。其实即个所在互我感觉诚意外，因为我本来叫是我会看到足破散诶即个庄仔含迄个城市，因为西海岸一个靠海船仔吼，像破就是破旧旧啊，基面足散诶。大概若有听，咱之前有一集咧讲即个英国南港诶吼，英国足海岸诶即个船仔拢是工业革命了发展起来，因为迄当阵就开始有即个放假、度假诶即个概念，大家就开始往海边走。因为嘛是拄啊差不多迄个时阵，火车开始发展起来，就是遐个船仔拢会有迄个铁路嘛。大概就坐迄个火车去遐度假。毋过北部足侪遮诶即款庄仔吼，其实后来伊诶迄个经济拢无好，所以互人印象就是足破啊，足翻车诶安尼。毋过我感觉我来到遮看诶感觉有小可无共款，毋是讲足有钱诶，嘛无到中产阶层，毋过毋是迄款足散诶，会摕倒工台迄款。你头拄仔讲着博普，我直接来讲我一个伫博普诶故事。就是我结婚迄当诶生日，阮翁就是要带我出去佚佗嘛。伊就问我讲吼，你是要去波多嘅，还是博普？我想讲，毋知有啥物遮极端。毋过就是 anyway 就是因为我迄工要申请签证需要开钱嘛，我想讲去博普好啊，因为我无去过。Google 看甲迄相片感觉阁袂歹，所以我就去算2工一暝。就是找迄 Airbnb 住。老实讲，就是一个靠海诶小镇嘛，无啥物好啊歹诶。结果我算倒来了，我身躯就开始痒。对，我会记你有讲过，伊有迄个，因讲华语讲床虫啊，就是有迄个 suburb。伊迄毋是床虫，伊迄叫 scabies，伊就是啥物？伊讲诶疥疮即款诶。就高太高诶。就是互人身躯痒，通常拢是迄环境无啥清气诶所在有。我就想讲，我就想着讲，阮住 Airbnb， 其实伊无甲讲无清气，毋过伊诶面槽有一领毯仔，看起来就是迄足舒适安尼，我摕起来烂，我就伫遐烂。阮翁就讲，你拢毋知伊遐有洗清气无？你就安尼伫遐烂。我是听你安尼讲，我就随囥边所以伊就完全无代志哦。毋过迄医生讲，其实这是会传染出去诶。你若是有人甲人相染，还是啥物，其实这会传染出去。
啊，你毋知有啥物讲伊无代志。哦，对呢。对啊，所以我想讲，迄 Scape 可能无等过台湾人。好食哦，想要食一寡亚洲菜。对，所以我切药啊，就是切药啊，切差不多2礼拜才好。啊，所有的针灸甲皮带拢爱杀菌，真正有够麻烦。哦，对啊。因为安尼我对 Blackpool 无什么好印象。对，算是一个足上的故事啊。对啊。这我之前可能讲过，进前大概讲，要去倒位耍，要去海边啊耍，啊有讲要去 Blackpool 无，啊无就是讲，啥物人招要去 Blackpool，啊阮人就会讲 What did I do wrong？ 我是做毋着啥物代志，你要甲安尼甲我对待。我就是应该嘛想咧，有想要去呀，怕死我个去。我只葡萄牙甲巴普，我想要选巴普，我真正是头个是空诶。对啊，而且你迄个时阵去葡萄牙，一定机票应该比即摆俗足济。哦，真诶。啊，对啊，对啊。当讲到即个所在，来先来讲伊诶即个历史哦。虽然伊遮是国家公园，看起来是一片看蒙蒙，啊，毋过其实遮吼，其实一直拢有人咧生活。差不多大概1万当前都有人类活动的即个记录啊。6000当前呢，开始转变做即个农业社会。啊，后来呢，罗马人来过，伊有一寡路坎即个要塞。啊，了搁有即个第7世纪的时阵，日耳曼人来啊。啊，就有足济所在的地名坎路，都是因遐当阵留落来的。啊嘛是伫即个时期开始有即个基督的信仰，啊去足济即个修道院。啊到即个第9世纪的时阵呢，哇 Vikings 来啊，就是迄北欧遐的迄个海盗啦，海贼。啊因着破坏一寡修道院，啊搁炸即个因的即个丹麦文来啊，炸因的迄个因的语言来。啊因搁有建立一个迄个叫啥 Danish Empire， 因搁直接建立一个丹麦王国安尼。啊，所以因当时早来即个语言啊，嘛有影响当地人的用词啊，所以有一寡有即马当地迄款方言啊，搁有留因迄个时期咧用的词。因嘛有改一寡地名甲换名，啊，就是无共统治者的换无共诶迄个对，usual story。对。对。啊，11世纪的时阵呢，换 Norman 来啊，吼。啊，入去到差不多4世纪，入去到中古世纪嘛，开始有城堡啊，有搁较济修道院啊。啊，修道院就开始占地啊、饲养啊等等，啊变愈来愈有钱啊，等。啊，一直到即个亨利8世呢，开始讲叫你即个天主教爱关门啊，吼。啊，才会建筑含地呢，才开始互一寡有钱的地主去买去。啊无就是讲厝骹伊就直接摕去住，啊变做就是所有遮的物件就变做私人的财产就对啊。啊，煞到即个19世纪的时阵开始有铁路嘛，啊因为遮有即个铁矿，所以即个工业革命了后，即个铁矿的即个产业就变甲足旺诶。足济铁路就是为着专门要送遮个铁去诶。啊，对啊，所以遮伊即附近的即个铁呢，除了铁矿，还有即个白铁仔的即个产业呢，就变做是即个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地。就是咱台湾甘蔗。对，嘛是有。铁路是送甘蔗关系。对，趣味呢。对，啊上重要是，就是头前讲遐的人类的即个活动呢。你为1万当前到呾，你即马现主时来到遮，阁会当看到伊的遗迹。哇！所以伊的观光发展了嘛，算是袂歹安尼。啊，像咱主要拢是去一寡靠海的即个渔船啊。啊，伊风景呢是真水
啊遐海边即个细间房嘛，拢是保存了袂歹。啊，毋过你挖进去详细甲看，你会发现讲，遮水诶厝吼，其实大部分拢是即个 holiday rental，就是 Airbnb 就对啊。平常无人住，啊有人来租，才会有人住。对，所以我会就好恨讲，毋知遮冬天会敢会规个庄仔拢点刺无人。嘛是有可能，因为冬天若挖海所在其实嘛会较寒。对啊。啊，因即马遮主要诶产业就是农业甲观光啊，甲可能一丝丝啊鱼掠鱼仔诶，啊，就较少一寡新诶产业，所以少年人拢豆豆去大城市啊。嘿，所以因嘛有即个人才流失诶即个烦恼啊。嘿，啊，毋过我这就留互当地人去烦恼。你真正毋免烦恼甲遐去啊？对，毋免，我想无用啊。你真正太无用啊！我就是我负责去遐观光遐开钱，甲因学演。嘿，像我即届去的即个小渔船哦，就诚趣味，因为咱兜的生活拢是先选一个店大嘛。啊了就用 Google Map 去看，除了看 National Trust 了以外，佮看附近的景点有倒是几项。啊 Google Map 有相片嘛，你就看迄附近生做安怎，就决定要去毋去。啊你若是炸一个迄个冒险的心情，你就无需要小红册来甲你介绍。对啊，因为 Google Map 就其实就足好用啊。对啊，系啊。啊，餐厅嘛是啊，就看 Google Map 当客大诶图来决定，其他诶 detail 拢毋免。佮其实 Instagram 嘛真好用啊。我真正我无啥会晓用 Instagram 诶。Instagram 你着迄 search 遐，你着拍遐地名啊，因为英国人嘛做爱算嘛。啊，你若因若有分享诶话，因若有标地点诶话，你可能就会知影伊遐附近诶看啥。我有当时会用 Instagram 找。我感觉诚方便啊，因为我无伫用小红册啊，所以我毋知小红册到底是伫用哪货。我嘛毋知，我无用啊。啊，毋过我一定是小红册甲我介绍啥，我一定会避免的，因为表示还有足侪中国人。嘛是有你。对，啊，毋过我袂去办啊，我袂去办啊，因为遐个资讯我无需要啊。无需要。对啊，我拢一定可当看到第一手的英文的资料，我现在就来看小红册。遐像 Instagram 就诚好用，因为就是英国人嘛会用嘛，啊因嘛会标地点这啊，系啊。对。佫有另外一个跳一个地，因为我比如讲我去澳洲耍的时阵，澳洲较无熟嘛。对。所以我会去 Google， 比如讲我要去米兰耍，我会 Google 米兰 kids friendly areas。或者就是看倒位较适合有家庭住。对。啊无就是看啊，若是要说，我会找米兰 hipster area， 就是因诶较有文艺气氛诶所在。我会去找安尼。啊，其实迄英文诶资讯就足济啊。对。对，所以我就是用安尼来去找看我要去倒位嘛。啊，我上有印象诶一个庄仔叫做，这我袂晓发音 ，Staithes。Staithes， 这阮全家拢无人会晓发音。这应该毋是英文啦吧？可能毋是对。啊，不要紧，就是因为当地人有一个无共的念法嘛。比如讲，曼城有一个所在叫 Salford，SALFORD， 那无毋是遮的人会念啥呢？Salford， 毋过伊真正当地人会念 Salford。对。就是英文，足济，对。好，啊，讲来讲，即个渔船哦，伊本来是即个东北海岸上大的即个渔船之一。主要的产业就是掠鱼啊，含即个乌控啦。啊，即马主要的产业是观光啊，就是剩这啊，伊靠海的即个厝拢变 holiday rental， 就是变迄个 Airbnb 迄款。啊，伊的即个
庄仔的内底有一个博物馆，啊，就放足济含即个庄仔有相关的物件。啊，其实伊摆了足客，就是十桶桶啊，物件足济啊，毋过所在伤细啊。毋过你会当感受着伊的诚意，伊就是足想要逐个看见即个庄仔的故事，迄个期待。即个博物馆内底嘛有一个志工，伊就是会甲逐个含逐个开讲啊，你会当问伊历史相关的问题，伊就甲伊引安尼。所以为伊遐嘛会当听着足济故事诶。就感觉诚趣味。了后即个庄仔后来嘛有无少的即个艺术家就来遮住。所以英国有一寡庄仔嘛是拢即款的故事啦，就是工业革命了后，毋是二战了后，就少年人拢走啊，开始有艺术家入来，伊就开始变做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啊。因为因遮有艺术家来遮住，所以就开始有一间一间的细间店来卖一寡艺术家含即个地方社团的物件啊。所以大家就是拄则讲的嘛，这少年人离开即个庄仔的问题，我留互当地人去烦恼。我会当做的代志，就是我会甲遮个艺术家买物件，用即个钱甲伊斗相共。对啊，所以足侪人来到即个 North York Moor 拢会去 Whitby 还是 Scarborough 因为遐有火车行到嘛。对。毋过我建议讲，你若有车，其实嘛会当去即无共的渔村，看因是安怎伫即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之下来生存。对。其实Whitby比较有名。对啊，Whitby比较有名。其实Whitby我嘛诚推，我感觉就逐日去的。我即届去Whitby，我除了去看迄个修道院以外，我阁有去因的迄个市仔内底阁有一寡咖啡店，诚袂歹，阁有足侪袂歹的餐厅。伊阁有一间独立的册店，我足介意的。你诚足介册店？你讲即间店对啊？因为我感觉你看一间册店，伊摆啥物册，会当看着出即间册店的个性。含迄个店头家的即个有兴趣的物件。对。因为拄则讲过，讲遮北海岸是迄个侏罗纪世纪留落来的海岸嘛。所以因拢会有足侪即个含恐龙相关的物件，含化石。伊其中即间册店就有卖一本册咧，讲一个查某囡仔伊去捡恐龙一骨头故事安尼，我感觉诚趣味。所以比较起来，咱到目前去过 Derbyshire、Shropshire 和 North Yorkshire， 目前Shropshire 和 North Yorkshire 是我上介意的。即先讲，即 Shropshire 就是伫迄个算是 Midland 啊，就是伫 Birmingham 的西边对。伊含 North Yorkshire 共款，一个是 England 和 Wales 的交界，另外一个是 England 和 Scotland 足近的所在。当时呢，讲即个 North Yorkshire 伊阁有为北海来无共的民族，一直甲入侵嘛。所以两边拢有足丰富的即个历史资源，城堡足济，因为你两个无共的民族咧相挖近的所在，就一定会相拍嘛。相拍就一定爱去城堡，所以种遮的所在就有足济城堡。阁有足济修道院的，所以拢足精彩的。阁也是 Shropshire， 因为伊的地理位置伊的人口可能流失无遐严重，所以我去的人，我感觉就是有真正的人住伫遐。阁小可，我感觉因介中山街站，所以你会一定会有中山街站的所在，都有无共国的料理，有厉害的咖啡厅和 pub 安尼。嘛一定有一寡较文艺的场所。所以这对我来讲，就会比Derbyshire好耍足济。我感觉Derbyshire较济是阮兜较济去耍Derbyshire，拢去行 Peak District。对，就是对，就较无较袂有迄款可能庄仔内
物件通耍。对，拢去大自然去行啊，去爬山即款的。对。纽约小我感觉着较无遐重视伊爱到迄个观光较旺的所在，才会有较厉害的即个餐厅较咖啡店。毋过伊有即个农业嘛，所以伊做鸡仔饼的即个农场就几落间，所以你换无共间，逐工食一间无共间的，一直换咧食嘛是真趣味。嘿，而且纽约小伊遮佫有加一个，就是伊有足侪海，伊有足侪迄个海岸，伊有所有沙啊，有水啊，带囡仔去耍足适合的。大人就边仔休困啊。有沙囡仔就耍到毋知影人啊。对啊。毋过就有一个欠点啊，就是这诺小小我感觉是真寒，连热天。对啊，我实在是，迄当阵我去的头2工，我想讲是安那我要选来这个所在有够寒的。毋过因遐人足奇怪呢，阮拢穿迄个袖啊，因遐人拢穿短裤短裤的。可能伫遐就是袂惊寒吧？对啊。我看咱遮就明显就是南部来，才会包遮济。毋过咱遮嘛无算南部啊呢。对啊，我嘛就感觉足奇怪。毋过真正去到遐，有感觉因遐温度比万城佫低2-3度的呢。所以去遐可能爱7-8月去耍，可能较袂遐寒。对啊，6-7月，对啊。所以呢，就是甲大家介绍即个所在啊。因为我感觉可能南部的人较袂来北部耍啊。毋过，若是你无想要去 Brighton 可能人客人会当考虑来即个 North Shore， 而且咱的海岸是沙的，毋是石头的，无像喺 Brighton 用走会较疼。就是那迄什么啊，脚底按摩这款的。对啊，天堂路。大家行过了出来拢海陆啊。对啊。好，安尼今日就差不多到遮。真正是足轻松的话题。真正大家若无想要做功课，就听即集，听即集要耍袂使。对。你讲了后，我只想要去耍诶。我嘛拢无咧做功课，就是 Google Map 开落甲点落就对啊。好。其实我嘛无使做功课，毋过就是毋知影到底是对好耍。其实咧，你家己家庭家己出去耍轻松就好啊。对啊。阮兜就是一个做歹剃头的你。啥？恁囝？系啊，阮大汉的啊。伊拢会问讲吼，这是爱阮坐车爱坐偌久？若超过1点钟，伊就免变变啊，伊就坐袂掉。嘿，咁麻烦。恁搁要去南部耍？对啊，我们去南部耍，叫 suck it up。好啦，你甲讲人生嘛是就是足侪无奈。对，就是安尼啊，系啊，学这无奈啊。对，好，安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客，请人客，写清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